观众朋友，感谢你今日再度收看我哋呢福喜来，我阿弥陀刘浩明。你今日呢节目嘅主题吼，係我哋台灣嘅粵劇。粵劇係中國河南嘅一個戲劇嘅劇種吼，嘛係我哋中國五大劇種裏邊最有名嘅一個。其實台灣有一個粵劇團，而係歷史係我哋呢中華民國嘅文化部。但是粵劇可能多多少少有談過，但是你這個可能真是冇看到講，我哋粵劇同有一般嘅劇種有乜個差別？我哋今日嘅來賓，我係我哋台灣粵劇團嘅團長，我哋彭奮之彭團長喺現場，而家同我哋收嘅乜咁多粵劇，同時也同我哋收嘅經驗最新嘅粵劇嘅劇種，還有以下嘅戲劇嘅內容，我哋馬上反映我哋今日嘅團長喺現場，歡迎我哋彭團長。主持人哦，韓國啲福喜來嘅朋友，大家好，我係台灣粵劇團團長彭奮之，大家好。其實我哋嗰啲譬如講，我哋粵劇團嘅團長係啲客人吼，但是我因為也幾好，因為講我都想講，粵劇團嘅團長係啲客人，嗰時我哋接嘅我哋講節目嘅前面，我哋都想一問，因為兩個專門都有嘛吼，你係客人嘅專業，粵劇嘅專業。我想問一下我哋彭團長，你這個你北部客人嘛吼？你這個萬世有看過戲劇冇？戲劇哦，你要講起來哦，我做商家吼，我是講起來我是會排斥戲劇嘅東西哦。哦，因為樣呢，我因為實做全部做行政啦。哦，在行政做一家，唔做多對啲戲劇嘅東西哦，做唔可以講去樣講，去接觸啦，接觸啦，因為乜嘅東西，本來都因為唔做實際投入嘅咩，唔是投入冇做又做唔得，哦，做係慢慢97年間就開始，算起來應該是88年間啦，去到加台灣戲劇專科學校加開始，啊，就本來就97年就到國光劇團做沙田嚟做。可是一開始你其實係做行政嘅，你這個唔係真正係練戲劇出來嘅一點人。哦，唔係。嗰時一直都做行政，然後慢慢能入去我哋戲劇學校地方。但是我想問你講，唔凡係喺北部嘅話，其實我哋地講北部客莊嘅嗰種算是採茶戲啦，吼，嗰度吹把戲啦，唔凡係有看過也冇？細家吼，會聽我爸我妹黑白要到，你講苗啲喊那個苗要做假金要看啦。但是其實一堆嘅東西，你這個冇特別興趣。冇話用特別去講，我去注意佢啦，也係講我去學佢啦，乜嘅東西啊。但是你後來因為行政的關係，你就開始接觸到我哋戲劇嘛。但是一開始還是做行政的部分。但是你讓我開始去接台灣戲劇團啦。講到了，就人講啊吼，有3種人啊吼，冇自由啦，冇自由，有警察啦，左邊的啦，然後就公務人員啦，做下3種。你講接到派令係咪冇義務做唔得啦？嗰時候加97年加我有先下來高雄，然後98年又轉台北去做韓國嘅國光劇團啦，做到這個訓練到差唔多102年間就下來台灣嘅劇團，就接任我嘅團長，接團長就見你下就上來要9年了，做培育嘅做到了，算起來客家語也好啦，做粵劇也好啦，也係講個京劇啦，乜嘅了條戲劇嘅東西哦，咁都個遊戲涉獵啦。就唔係講專家啦，都黑白人講，人講乜嘅，你就記啊，都係插咗一個講啊。其實我哋彭團長伊是quite客氣啦，伊講伊自己本身唔係做戲劇嘅人，但是伊家做團長。可是因為中華人講，因為其實對外國來講嘅話，伊幾多幾大嘅嗰個劇團，伊也嘅團長全部都唔係真是本科生出身，因為做乜呀？伊都做我哋講專業經理人，專業嘅經理啊。因為伊對伊嘅角度來講嘅話，伊能地講市場係乜嘅，然後更加我看你係乜嘅，然後同時更加環境係乜嘅，資源太難。
也係專業嘅經理看嘅東西，因為嗰種唔係本身都係我哋，譬如我哋係創戲出來嘅，嚇，我哋做戲出來嘅，伊可能會睇看一啲技術嘅部分，嚇，創個好聽冇，嚇，創個有傳統冇，嚇，創個有錯冇，但是可能。伊都可能會忽略到講，更加睇部分人，我可能某個東西嘅，好，睇緊人咧觀眾好嘅部分啦，無論講更加嘅市場變樣嘅啦，伊可能會模組到嘅部分。嗰時其實今日睇我國泰嘅劇團來講嘅話，甚至講嘅某個馬戲團，好像嗰種係本身都係我哋練大班茶出身嘅人嘅話，伊會可能睇我哋技術嘅部分。可是對專業嘅經理人來講嘅話，伊都會想我講，我哋用把傳統嘅東西結合到更加新嘅表現方法。嗰時可能人家太陽馬戲團，嗰時我就想講，其實唔知個好所，即個講啊，即個公務員也好，拍唔拍到那如無用，但是如因為人家嘅角色都好，唔係技術人員。嗰時唔可能東西不過睇，唔可以講其他。觀眾朋友可能愛看乜嘅樣，可能看好精彩嘅樣吼。啊，以前台暗藏嘅睇暗藏嘅戲劇，可能對其他人來講，蠻唔好啊。咁像你這個開始接嘅台灣嘅戲劇團嘅時候，雖然講唔係排練下嘢啦，可是一開始時有遇到乜個特別嘅問題？遇到，因為我97年98年轉到台北依家，因為我一直都對個京劇團嘅，國光劇團啲位，因為。京劇團咯，佢嘅地方演出嘅東西啊，嚇擺人講唱啦、吼念啦、吼老依曲無買腔用嘅。你下來家吼，是咧唔係講念唱天天啊，嘅戲曲嘅曲啊、音樂啊，一無腔用啦。下來我用啥？因為我彈京劇彈慣嘅咩，我講下來家唔做我出家愛去。了解講，佢個你講音韻，做演劇嘅精神都耐，第二家你慢慢溜嘅下擺講第二家咁你開始就講，留背團嘅地位嘅，人講嘅重要嘅分子啊，就村嘅地位嘅輩分較高嘅啊，你要進嚟來講你今日行到來。觀眾嘛，該掠到，用年齡層啦，用去分配啊嘛，該。唔做唔得講，下擺像傳統戲啦吼，唔免念住個創啦，下擺創時創到好，激創又激創，唔講佢下擺佢後生跳嘅唔攞兄弟坐到嘅，佢也坐唔得，佢坐唔得加，你應用嘅去，然後讓觀眾。做咁樣嘅互動啦，本佢了解講你傳統戲劇做地位嘅重要是多難，所以一般有咩，差唔多經過2-3年咯，了時間。2-3年間，你就開始講今日行到哪，你嘅戲劇品質要做到哪，你講觀眾做你嘅頭家咩？佢要拿錢出來買票，佢咩可能講這個演做嘅戲，佢可唔實咧也講佢冇歡喜嘅東西，下擺佢冇意味啦，佢冇意味，佢唔咧劇團多咧，佢都冇咁嘅意義啦吼。嗰時候都頭門都差唔多3-4年，嗰時候係講台灣劇團咯，佢發展到咧，佢講你萬年都70年係咪？都105年加開始，陸個做觀眾族群都慢慢也越來越多，都106年也7年，繼續嗱就講突然就繼續戲都高雄嘅人講我叫做講，唔就是用嘅買票嘅啊，因為萬開始演2-3年前票就全部買搶嘅。講唔可本觀眾講有心情嘅，佢看到講品質好，其實冇入來啊，韓國嚟講，你劇團應用嘅老吹啲嘅樣嘅唔係講市政府啦，乜嘅唔係老啲
顺风嘅剧团要有连结啊，合办做事情，他一下怎么全部哦，过过来啊，迄伊去同讲啊，因为你选用迄公家嘅剧团咧，公家剧团咧带头啊，哦，你莫讲啊，你骗人样做，唔样做，给按公家花很多钱，用那样一只剧团都给无意义咩？所以好，慢慢的，个剧团底部个团员啊，嘛个来就会接收你本地嘅讯息，哦，啊就慢慢的改，都你讲，你讲一路按行落啊吼，当艰苦啦，不过尽量你看到佢成果的吼，你就会感觉讲啊，你行两条路，哦，加减。有啲好，有啲人講嘅效果啦，哦，你看到嘅，你就講哦，係有那個有條欣慰講哦，有看到個水果長出來，哦，生出來，啊，生出來，本期人講做得摘起來實咧，嘛該吼，也係講，標定本期爛也嘛該，也幾團嘅人有安樣嘅共識哦，冇，下擺是其實聖經標到佢標到爛咯，哦，你就你講觀念咯，嘛個韓國執行力啦，伊去也其實嘛，迄大部分人咧旁團長其實個用心啦，唔好講因為講啊，迄個公務人員啊，你派下落啊，你派下嚟，因為其實像同我講嘅，唔講去迄杜蘭朵公主嘅拜，其實我能講傳統嘅戲劇，其實行到健康嘅人在地方，本土都有我能講生存唔容易，因為像我講最每個問題啦。以劇以這個法律義嘛，吼，以這個創戲嘅講嘅法，係咪我哋河南嗰邊嘅發言啊？還是講我哋更加要關言咯，要緊翻咯？近年吼，唔講，佢愛講嘛個原汁原味河南嗰邊，冇樣嘅東西啦，咁樣講咧。你地北咧吼，講我快堂啊咧團員哦，全部都台灣出產嘅啦，全部皮用嘅，啊唔計啲皮用。講嘅話啦，乜嘅啦，都咩國語啦，都會講普通話啦，客家話啦，都全部都係。嗰時候佢講，你講愛純正嘅河南話冇可能啦。哦，嗰時候我經驗咩落嚟，意思重點講，你一劇團咯，你發展下以後，你愛伴你講。下一代人佢愛做得接受，哦，你佢接觸韓國佢接受，哦，啊，唔係劇團真做得，哦，長長久久啊。嗰個其實雖然係傳統嘅戲劇，其實喺台灣嘅話，其實伊各種一啲台灣生存下嘅話，有一種在地嘅一啲演員同在地嘅文化做一啲結合。尤其下我哋下我哋話嗰度嗰精彩故事。翻過來，復起來，上到節目，我哋台灣戲劇團嘅彭團長同人講，台灣戲劇團而發展嘅歷史。我想請問一下，因為其實彭團長頭都有講到一啲關於特別嘅，你哋都講嘅，你嗰時就用杜蘭朵公主，嚇，有個故事，但是用戲劇嘅方法來做嘛，嚇，啊，這個睇緊人歸睇嘅非常。當初中嘛，我想講用一啲外國人嘅故事嚟用戲劇嚟做。當初可以試下嚇，因為佢是講。公元2000年噶，幾百年，不過家我講下快堂我都來不及參加嘛，都到1805年加，因為我家做集團長嘅咩，我想啊有乜嘅好嘅戲，你還做得，哦，拿出來就到翻版啦，要這個做歌呀，乜嘅，韓國人講，你做傳統戲曲嘅劇團咯，能用嘅傳承。頭擺是王愛玲王老師演的呢，啊你下擺看做得本後生聽伊都哦來演出嘛，啊就講哦好啊，冇樣做拿按樣嘅杜蘭朵，啊杜蘭朵用你想講杜蘭朵講下快堂，佢可以試下下，美國家其實用聲樂啦嘛嘅，啊都好你曲啊都嘅創家佢嘅創嘅
98度吼，拄好老掠，哎呦，讲啊发达都老深夜微强用。哦，韩国讲，美国有跟美国嘅表演方式，你传统戏曲有传统戏曲嘅表演方式，啊，嘅按用嘅调起来加种，你要用嘅老传统戏曲嘅基本精神，用到按用嘅戏曲底背以后，你做得尝试做看啊嘛，哦，迄做得哦，你就3点做，因为杜兰朵公主了就，你讲咧全世界有名嘅东西啊，哦，按表现出来哦，睇一下看到嘅名记住，哦，我上看，其他上看哦，睇一下就哦，抽点来看，嗰時我就講教用要講杜蘭朵掠出去做嘅，因為嘅名睇一家地，韓國地背嘅內容嘛該哦，睇一家要略有地，哦，嗰時教做按用嘅情形，哦，做講起這個3點演100啊，因為從來呢也用杜蘭朵公主來做一個故事的內容的時間啦，哈。但是用我哋台灣的粵劇嘅方式來表演的時間，咁等於都講，所有嘅曲全部重新做，係咪？對白啦，我哋嘅內容啦，全部重新排過，然後嘅劇碼重新做咪？你做劇本完全冇經驗，我改啊，因為嘅地背會牽涉到唔講你。用河南話講咪，音韻，唔好改啊吼，掠出去就演唔得咧。哦，嗰時候我加開始加你做改，我改你看，我還要看，其實杜蘭朵嘅個聲高音有多低冇，哦，迄模式，我要潛意識講佢都咧衝到嘅高音咧，都幾片啊，低音咧又嘛個咧，很多動作。東西可以配合冇，下班一出去哦，你冇按用嘅按用嘅連接關聯性嚟哦，演起來都你講不倫不類啦，按用做唔好。嗰時佢記喺台灣嘅話，將我哋做我哋粵劇嘅詞存曲嘅，我哋咧欣賞嘛有，或者睇台灣嘛有簽得到。編劇有啦。唔過呢，唔講嘅音樂嘅創作啊，人都無法度，我講啦，因為佢有音有韻嘅問題咩，嗰時候搶大陸嘅，哦，用中國嘅片嚟嘅專家一起改啦，嚇，改我哋讓喺我哋來創，因為我哋想講哦，咁人哋第二後第二我哋那個詞團曲嘅欣賞嘛流啊，真係冇簡單嘅。粵劇哦，佢嘅音樂哦，老實講。東後堂，音韻啊，嘛該咯，起承轉合啊，東後堂。那麼就因為個語言的問題，廣東人說啊，你個外省，我用外省戲啦，下擺談唔識啦，看個舞台的東西又從嘛該又看又談唔識啦，啊又看字幕啦，看字幕看定來個舞台東西又看唔得到，就。所有動作人都按那個反應啦，你講你做業戲吼，你看哦看，你講舞台上嘅演員啊，其實用係做表嘅，我先去學佢講，你用係欣賞嘅演員嘅做表，唱念做打，哦，你欣賞到哦，你睇下擺，彈100、200彈唔出，第300你就彈得出來，就慢慢略嘅，會入到。掠按用嘅戲曲嘅體系就可以啊。彭山總都講係個特別嚟講唱念做打，好，乜講到唱念做打，因為我多少玩些時，我隔壁都喺啲路邊，一下子嗰時候，因為我同佢表京劇，嗰時其實我玩些時真的是鬼長堂咯。但是其實對我哋眼強人來講嘅話，伊可能上愛去接觸到我哋傳統嘅戲劇，好，比如講台灣戲劇，但是伊唔係按樣我去入門。好，譬如講用我去欣賞一樣東西，按頭講唱念做打，你係咪同學睇同學啲觀眾朋友收嘅吼，乜講到唱念做打？好啊，你講傳統戲曲哦，有4功5法啦，4功就會唱念做打，衝，都舞台上你都要衝咩？吼，念，你有跟念白嘅問題咩？吼，做你要做表啊，好，打就。你講武場武戲啦吼，唱念做打掠對，
大家唔做爱学教都爱学乜嘅呢？基本功、八字功、弹指功、三功唔做基础大学生嚟冇，黑白都舞台上面做出问题啦。舞法就会讲手眼身法步嘛，因为黑白讲嘅武戏都舞台上，因为个刀枪把其实冇做喺发展人3-5个月就了佢促成啦嘛，就会有事情发生咧。对，如果其实喺我哋从东方嘅传统嘅戏剧同西方嘅这种戏剧，佢冇共样嘅地方，你讲就同有讲到语法，我哋咧演，我哋咧表情，我哋咧演，其实係啲一個重要嘅地方。嗰種係咪係繼續講我哋人強已經愛去開始欣賞我哋咧以前嘅世界，係咪講譬如講係人注意到譬如講演嘅地方，無如講而創嘅地方，乜間度創嘅好，乜間度創嘅唔好。唔知老會想講，你談嘅歌星創歌嘅家，你阿伯都你來創好，你來創唔好，乜間度創嘅好，見樣嘅創嘅好，見樣嘅創唔好。其實佢脫離共樣啦，後擺嘅演員到舞台上去創家，有後擺講像詞組嘅樣嘅，嘰滾哦，那個後擺有啲講，哎呦，樣按何堂，就創起來就像鄧麗君強嘅哦，你都後擺就按用去比較，你除非乜間度創業，創嘅好，創嘅唔好。係啊，乜間度演嘅好，演嘅唔好。後擺你講演家吼，有啲是你講。比較起來啊，有的是較清脆，有的因講破鑼嗓啦，乜嘅，演出來其實冇話用嘅嗓啊，那樣嘅嗓，嗓路冇。嘿，就他們講唱念做打，唱念做打你試功啊，你做到舞台上啊，你做得看出來講，你隻演員佢嘅基本功有做好勢啊，冇做好勢。我想問下，因為其實像我哋而家我哋一路也可以看到我哋客家大戲，因為以前我哋看到啲客家戲，如果我哋譬如講細我哋或者講我哋講兒戲啦，兒戲，如果細舞台，其實我哋咧寡戲以前咪係咁樣啊，但是而家我哋客家嘅大戲，我感覺到一路一到人，其實嗰種我哋講。例如講，我哋以前我哋講京戲咧客家版，因為我哋都家用嗰度嘅身段啦、三夫啦、文武場啦，就同到我講嘅嗰種盤來盤去啦，例如家用到更加先來已經訓練好嘅嗰度演員來做，但是而講嘅係客家話，唱嘅係客家曲，更加粵曲上係咪要埋樣嘅情形？粵曲堂咯，今日吼，我就講，因為地輩嘅成員都土生土長台灣人較多啦。人哋就講，因為豫劇老京劇開始加豫劇嘅發展比京劇還較久。還較久。嗰時候唔講，你按用整體嘅發展啊，到底。哪隻嘅主，哪隻嘅副，你倆你倆推搞唔清楚嘅啦，不過用基本功兩樣嘅東西京劇老豫劇完全做共用，佢唔會講唔會多到呢，都講一份啊都會念個唱冇共用啲，人會全部共用，作嘅三夫啦乜嘅，就全部共用啊，樣啊黑白有啲。人家到底係京劇呀，係豫劇呀？你看有老京劇共用，唔過念唱又冇共用，音樂又冇共用，人家到底係乜嘅戲呀？就沒有觀眾朋友咩問咯，出來就會問咯，你就會老給解釋講啊，就叫做老，你講歌仔戲啊共用咩，客家戲共用咩，叫做地方戲咩，就會按照隨着時間的變化啦，乜嘅按照。技術發展下來咗。嗰個其實最重要嘅講，到底我哋用我去保留我哋一個傳統嘅戲劇。喺團節目內，我哋旁團中，我同我哋講，我哋年代會有兩個最重要嘅大戲，馬上過來喲。
反正过来福起来的，上到节目我哋台湾医剧团的旁团中，我能讲台湾医剧团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啊，你更加咯，我同人哋咧旁团中问一下讲，其实年代吼，我哋台湾医剧团有两个可以创业的台戏，啊，就马上就问我哋旁团中，有两个台戏，起码个内容。因为一开始吼，看到个海报时间，我就发现到讲，哇，女力呢？哦，女力是应该归流行的，伊个发现讲，哦，什么也唱到一般的甜的吼，女力又 max 又英文吼，有理就无敌啦吼。可是也迄两个无穷样的戏剧嘛吼，一定要的佘太君讨彩礼，一定要的陈三两爬堂，啊，团长。反正也时间吼，你同人讲故事吼，可以讲吧？真的，唔好讲剧透咩？而且佘太君逃离啊，就讲宋王啊，佢想要讨杨八姐，结果呢，佘太君呢，杨家将底杯记住亲罗的咩，亲有势力的人吼，个佘太君就感觉讲杨八姐迄家本宋王，迄杯吼，3000佳丽嘛，个同时啊，后宫啊很多人，杨八姐嫁到去底杯去，佢要诉苦无呀嘛个，其实无想要留个杨八姐，嫁过去陪宋王做妾啦，嗰时候其实嫁其实佢当多条件哦，就讲买个东西，买个东西，你讲山珍海味啦，上天啦下地啦，买个东西，其实全部可以做嘅啦，结果就宋王就不欠了咩？不见甲就留佘太君就来管起来咩？啊，唔管佘太君是咧，杨家将今乃杀手就本伊管留佘太君管起来，就杨家将女将就全部修出来，就留宋王跟御林军就可以打背叛了御林军就唔系杨家将的对手咩？结果宋王就留佘太君表态，杨八姐佢也无诶就。佘太君逃离的，泰迪的故事就讲来。对啊，我这个旁团中吼，实在是讲个铁脚啦。我睇下背景说明下，讲也其实喺发生喺我哋中国的宋朝啦。好，那宋朝其实其实有一啲最有名啊，讲杨门女将。好，因为我哋如果讲简单讲，如谁来全部战死的啦。好，但是如变成谁模也真的就变成推替谁来去打仗。好，而且喺发生喺因为其实就也要最太嘅算假娘，如佘太君。好，佘太君啊，其实就头到我哋咧旁团中有讲到我哋。杨八姐啦，好，你提拔的，好，系，嗰时只宋王希望讲杨八姐嫁过去啦，但是嘅佘太君因为讲唔可以做呢事情，哈，嗰时都发展出野故事，但是有伊的背景，你讲其实睇嘅人睇野故事背景地方，真係如什麼嘢，真係如自此後來我能講楊門所有嘅大細嘅戰役，全部係什麼嘢嘅？即什麼較多啊？係啊，因為你講楊宗保啦，你都。阿伯本反嚟作戲就作戲如果作戲，如果都是嘅，但是其實份反嚟做戲嘅嘛，嗬。嗰係另外一個故事，但是其實留下來真係都能夠喺度講楊門吳將嘛，都全部什麼嚟做一件事情。好，嗰時都真係講我哋咧嘅封面講係女力 max， 真係都全部伊媽殺都全部係什麼女將做嘅。咁天nhiên哦，陳三娘爬堂有件事情哦。陳三娘爬堂嘅事情就講。陳三娘啊，因為佢細家吼，佢爸算係一做官嘅啦。啊，背面因為人講做人哦，又做唔得推出，強出咯。唔強出啦吼，下擺我本啊，佢爸做係用做本人吼，福提啊，福提家也陳三娘其實講過，佢係只露台咩啊？阿爸死嘅啊，我講我讓我喪失東西，我做定啊，叫背面佢就留到個切價買田買盤嘅老鴇啊，就揾錢咯做啊，佢留佢爸嘅喪失做好啊，佢露台，佢就送到你講附近港口就去讀書就讀嘅啦，啊佢就做妓院嘅哦，做維生嘅哦，啊那結果。做到背門噶，做個老鴇啊，因為有一隻員外就看到陳三娘咪，就想我個頭，啊陳三娘就唔係啊，唔係個老鴇讓個前老人輸嘅啊，啊結果個陳三娘就唔服咪，唔服就到知府一哥咪，啊知府一哥結果佢也唔知講知府就會加落台，
囡仔认唔出来，结果支付又输给员外个，你讲汇款啦，都慢慢啦，结果因为陈三良都妓院家因为佢有只异地，这异地咩投靠技术错嘅，佢又从熟路太育用嘅，做老嘢异地咩赴京赶考，结果做官又做本比加罗台还加太，做巡抚暗查使啊样啦，做结果拄好咩可以拄好都给陈三良给只知府给便宜，结果陈三良就杀点那样事情就给加罗台就陈奎啊，就老那还有个知府啦，还有陈三良啦，就现场就都给判的，结果三讲四唔讲，三讲四讲就讲，结果就讲来讲去就兄弟姊妹咩，结果陈三良就感觉讲，掠到露台，细也就本钱去读书去考试掠做官，结果无好些，你赚到来就按样个收贿按样就唔错，结果。因为巡抚大人又会加异地嘛，比如讲近了好样结结，伊则讲起来七个阿姊啦，伊则七个露台啦，结果佢讲陈三良就无讲，可辞退知府了只官位啦，停下转移做平民百姓啦，其他的事情就人会再个讲来就陈三良爬堂嘅太低嘅故事，就会讲来。亦都比起第一团来讲嘅话，其实算是一個悲傷嘅故事啦，嚇！但係如果因為陳三良，因為伊所做嘅嘢，伊為咗愛裝係偽裝伊爸爸，嚇，同時叫伊嘅弟弟去讀書，或是伊都賣腎，嚇！其實我哋以前中國嘅早期幾多安尼賣腎去貼補這個陸卡用嘅伊嘅犧牲啦。可是伊做安尼犧牲，冇想到講，後來伊嘅弟弟冇想生到也安呢，但是伊有拿到騙人嘅錢，好好在是講伊有啲上義的弟弟，作為的比也被親生的弟弟個太的觀念。但是佢想講，一兩個冇強用嘅伊啲戲劇嘅伊啲內容啊，唔單止內容完全冇強用，嗰時其實我哋觀眾朋友兩個都愛看咯，因為完全冇強用。但是我發現到講，其實兩個唔單止內容冇強用。其實伊也要觀察，應該講，我哋今日看下戲劇嘅伊啲重點啊冇強用，因為講對陳三良來講嘅話，伊算是伊啲親義嘅一個角色，好，但是睇的佘太君呢，你像頭先講嘅，喺度同玉林去打拳啊，我嘅開始嚟看上面嘅武打戲，可是兩個戲嘅觀察嘅重點冇強用，咁像這樣當初喺排呀兩個戲嘅時間。對故事的開始到後來一道詞曲的開始變，一直到他給你排了5個月時間。呀，排按個這個兩出戲還是按算啦，差唔多2-3年來排啦。2-3年來排，幾算幾夾呢？幾專業嘅戲劇係啊？因為近年我就要求團員做開始看 YouTube 當直播嘅紀錄片嚟啊，唔可以先學，唔乜嘅角色唔自家可以學定來。嗰時候我導演都個排架，一下都入來哦。唔做你講，呀要劇本要拿定啦，要到佢看啦，是嘅，我導演都冇咁多時間，然後咩那個同時，香港嚟，我咩留我日到團員講，唔屌是要良心水嘅人，唔係冇良心水哦。唔可以唔要良心水，唔可以推切卡負責啊！嗰時候我哋團員慢慢就講，我就加講提團間，我就講團員要切卡要有自覺，唔多啲唔可以讓生存，唔係冇比別人強，人們老婆要按到人下擺掠走人唔做一盤快唔做冇條路了，佢加唔用啊殺河，今日我個團員都睇啲。全部有那種建立啊，那種自主性的概念啊。
同时嘛，迄个quite專業嘅做法啦，吼，你變成講，你這個要先準備好，這個要先這個準備好，好唔單止係看樣片，吼，我都看這個係把劇本配熟，一排練嘅時間，他講你如果quite專業嘅氣度牙味嘅，吼，創出牙味嘅曲，然後行牙嘅走位，吼，然後只是講導演呢一啲功能，你講用嘅他講你互相嘅協調，用可以去好看，我說等於講，其實用兩張也是。兩個戲係分別排嘛，還是講先排滿人，再排滿人啊？咁啊，排家哦，一定主角要先排咩？係。哦，人會嘅，哪會分組啦？哦，有的做黑箱劇場，有的做太魯空也嘛該做哦，撒開來排練啊，主角。你講主角排好家，你啊當然就過來。過來家因為有主角嘛，有主排嘛。哦，就沙定講，我看導演佢嘅排戲嘅概念啦，咁啊，哦，就等等，就跟導演去接觸。嗰時等於講，其實排到更加對你來講嘅話，其實你只是從同人哋開始講，你變成一個專業嘅經理人。好，你就好，你這個唔會講貼專線講啊，要技術的某東西，某東西。其實對你來講，人員的調度好係，那可能兩張嘢排兩個戲啊。其實冇簡單嘅。冇簡單咯，因為你係只不過係用你講唱念做打。你說按照台詞去配人，唔係講配台詞啲，當配去做表格，你話啥？咁阿冇喏，咁因為年代要開始做嘛，我等可以去哪買票啊？哦，買票都今年嚟團地位有啦，韓國兩廳院售票系統，那做都可以買到。其實傳統嘅戲劇係我哋文化地位最重要嘅保障。嗰種其實讓我去把我哋傳統嘅戲劇留下來，其實同時歷史嘅都係一個文化一部分最重要嘅一個最強嘅部分。好，今日我哋去感謝我哋呢龐團傳統嘅現場，同我分享安樂台灣戲劇團嘅故事。感謝主持人咯，韓國你感謝你福建來嘅也視看福建來嘅朋友啊，因為一劇團到台灣愛用嘅經營有想起來是有啲會苦啦，不過後擺有觀眾入來劇場留支持你傳統戲劇，然後你就會服啦，10月、15、16係有興趣嘅觀眾朋友，你做啲買票入啲文化局嘅至善廳，你來睇下看陳三娘拍檔韓國佘太君討彩禮。休息一下哦，再聽下現場來，睇下運動哦。我跟福建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